今天老三他们回来，俺俩煮个牛排吧。啊，对对对，就说今天要来。行，那赶快煮，赶快煮。老头，你去架火，把老汤热上。啊，我去拿牛排吧，我去炸火。着了没，老头？着了。我拿着。凉水煮冻肉就行，够吃了，够吃够吃。着了，老头，别管了，慢慢着。这方面100毫升。啊。哎呀，阿妈，我回来了。好，来了。老头，快去把牛排出锅了去。哎，这阿妈，我俩去，咱俩拿东西。我让你阿爸去吧，冷的你俩。我今天饿了。哎，这肉闻着就行。熟了吧？熟了。熟了。妈妈，快来吧，肉一会儿凉呀。来一块大的，哇，这块肥，看看，这块看着香。这块丫头，行。哇，我来块肥的，老头。我来块小的就行。你看，一人一块，这煮的咋样吧？这边肥带瘦的还香吗？三女士用刀，跟西餐似的啊，筷子刀子插着呢，左右开弓，标准的城市人用法。是吧？这个刀，啊，城市人这么用，这么吃牛排呀？城市过。真香！吃的有点瘦了。这牛排不瘦吧，丫头？我切那块太瘦了，来点肥的。这牛排还是肥的香。尝一口。不错，咋样？不错。三女去干嘛去？我去给马天那那头跑去。还是男孩子喜欢马，就惦记你那匹马呢。他真的拿不走。